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12月16，盼望在于你。诗篇77篇1到20节，其中我们要祷告的经文在12节。我要沉思你一切的工作，我要默想你大能的作为。我们曾经在那绝望中吗？甚至怀疑，神啊，你不是说过你要当我们的神，你要眷顾我们吗？但是从我现在的遭遇看来，我认为主你根本在骗我嘛。这是诗人今天77篇里面他所道出来的心声。幸好啊，上帝要我们有话直说，向他可以倾心吐意。今天的经文其实就是来告诉我们，原来诗人所经历一切可以帮我们道出我们那个绝望中的那个心境。我们有时候难过到一个程度，找不到任何的词而今天诗人他就替我们说出我们心中的那个苦啊。当然我们直接看那结局，也就是诗人虽然很苦，虽然他觉得神放弃了他，可是他专心就是仰望神，那么他最后其实是有得着欢欣跟喜悦的。有一位我们的属灵前辈曾经这样说，我们如果专心于自己其实会带来痛苦的。那我们如果专心于别人呢？那带来了是沮丧因为我们会比较。所以唯有我们要专心于基督，它是带来欢欣跟喜悦的哦。我们来看看这诗篇77篇，他这个诗人在颠沛困境中他的默想，他内心的这个历程首先呢，诗人他不明白神为何没有回应他在患难中的呼求，而他烦躁不安，抑郁失眠不能说话，于是他转向内心的自我来审查。而他也有一个困扰，他那个困境就是说，神啊，你是不是改变了难道神你已经放弃了我，不再施恩吗？如果真是这样我真的是就绝望了。可是转而他想到，我想错了，以为至高者的右手已经改变了，没有。他最后再回想起神其实所成就的一切的神迹奇事，在10到15节，他承认这位神是独一无二的神，于是他再次由心而发来赞美这位神。是神啊，你的大作为是神圣的，是圣的。神啊，你是大能力的神。所以接着最后16到20节，他专注默想神拯救的方法，和神怎么自己显明他自己。神如果显明他自己是透过什么呢？神有他的工具显明他自己是透过他自己所这个创造的。因为我们全宇宙呢都是神所造的，包括哪些呢？洪水、雷雨、闪电、飓风、地震。这些神显明他自己的这些大自然的这个受造物看起来是跟神的拯救一样是突如其来的，是无常的，是层出不穷，深不可测，无人知道的。19节是这样说的。所以诗人他想到这里，先前神缄默所引起那个不安他现在转为这位神是我要敬畏的。神啊，你是让我敬畏的神。他接受神是不可测的作为，不然他就不是神他不是我人可以左右的。这一切发生的事情，神都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所以最后他感到平安像羊有牧人一样，因为他知道神曾经细心来引导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哀歌诗篇中，今天这个就是哀歌，就是神邀请我们
可以诉说自己的沮丧，对神是毫无隐瞒啊。当我们倾诉这一切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那个盼望就生出来了。怎么这么妙啊？今天经文其实真的是这样哦。我们试试看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正在那绝望中，或者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来读一读诗篇中的哀歌，或者是以后我们有机会，万一真的在那绝望中，好不好？我们就把今天这个诗篇77篇拿来读，它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跟神对谈，使我们真的是坦然无惧跟神直话直说。而神要我们直话直说，不要背地里发牢骚啊。在民数记11章的时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往应许之地的途中，他就是常常在神的背后发怨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也不要，人也不要啊。我们如果对人有想法，我们其实是可以用礼仪来把我们心里的想，可以用很好的态度跟别人来讲。那么或许我们这是一个核对，真的是一个核对哦。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想错了所以今天的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真是要回想神在今天经文里面也回想他们埃及是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出埃及是怎么样去经历神的，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经历神加尔文呢，他说诗篇是灵魂之镜子我这么说也不为过。他说诗篇是灵魂里里外外的解剖学，世上简直没有一种情感是诗篇未曾陈述而且拿来接近的镜子只能照外表，而诗篇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表达内心状况的这些词汇。我想我们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随着这个诗人，我们可以重新在绝望中我们找到了那个力量，就是我们回想神怎么样子经历过过去。在诗人他说出埃及记何以能够鼓励诗人在困苦中重新得力，透过诗人的这个笔所写的，是让我们感同身受，得到激励的。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那困境中的时候，我们以为注定要毁灭在处境中，没有，神必有他的办法。就像上帝分开红海，以色列人脱离困境，惊喜交加。想到这些神迹奇事，这个诗人亚萨心里就有了力量了嘞。因为即便山穷水尽，看似无路，亚萨相信上帝能够持续拯救他的子民，于是他重新得力或许问题没有解决，但他们真的是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可能有的这些困境，而且还相信上帝要陪伴他们。在几年前有一艘船，它其实是往着亚马逊河的河口，他们出航去了，出航到大公海里面，可是他突然遭受了这个很大的风浪这个船呢其实就倾倒了。那么他最后是靠着这个被风这个损坏的舵呢，勉强的往前行，然后行了好几天，里面没有水，因为在大海里面那个河水是咸的，那东西当然是没得吃这些遭遇患难的人，痛苦忍住没有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绝望到底，只能仰望这位曾经帮助过他们的神，一天一天熬过去。直到他们漂了好几天之后，他们突然听见了一个声音，是呢船长，他拿麦克风很微弱的声音说，拿起你们的水桶，向外拿水来喝，可是这个水是海水耶，因为他们在这个大海中这船长很没有力气，最后说
拿水来喝，相信爱我们的神拿水来喝，相信我，他没有办法再解释了。当这些水手真的顺服拿水来喝，他们才发现，哇，这个水，这个是淡水耶，竟然不是咸水。哦，原来是这么多天的漂流，他们已经从那个外海已经漂流进河口啦。只是这个亚马逊的河口像海一样那么大，而他们自己一直不知道，他们其实已经到了淡水的流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曾经也这样，早就在神的恩典之海，我们自己不知道，还苦哈哈的呢？好不好？我们来思想我们的这一位主，这一位主他是帮助我们的。我们来默想一下，默想神怎么样透过困境，诗人从困境中信心摇动的情况得到安慰的秘诀是什么？这方法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现在的这个困境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以前是这样帮助诗人，你现在也要这样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看不见你的脚踪，但我们仍然相信你，跟随你。我们现在可能在困境中，但是主，我们相信，我们专注在你，我们就有了那个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你。谢谢你陪伴我们走那不容易的路，我们为将要临到我们当中的神迹奇事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英尼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活出失望中那盼望的力量跟喜乐。我们明天见。